该看台东的关火站，为着要鼓励民众关火，过去就办过关火送米加送生活用品的活动，不过讲这效果拢无啥理想。这届是换甲这行鸡仔业者来合作，这关火500cc，就送你一只鸡仔，嘛吸引真侪民众来热情参与。初七透早，台东关火站客满，要拜关火的人，因为这摆关火站甲行家业者合作，要送出100只行家予关火500cc的人。因为关火有行家通食，伫台东也是第一摆，互民众感觉真稀奇。无到2点钟，名额就满啊。我们8点前就到了，后面发现，8点前就已经蛮多人的。送好吃就刚好动力，捐血的动力就赶快找到就过来了。台东关火站表示，火库围过年了后，就当黄灯，库存偏低。这摆多有行家业者愿意送行家。关火站伫网络宣传，想要到效果真好。关火站安地出现摆个长路的人。我们是配合整个高雄距离中心的那个运作方式，所以这个现阶段的那个库存量是达到黄灯跟绿灯之间，所以我勉强还算 OK。台东关火站预估，这摆活动应补充至少150个新火，互台东地区用火压别用灯湖。毋过也是希望民众应继续关火。公视新闻台东报道。